今日温室一盆一盆的兰花栽，拢互单仔是风台生甲密密茂茂，甚至有的叶仔发乌烂去，才会当单掉。泡水的兰花栽摆一摆拍打，受损相当严重，业者买口无目屎。2点半钟甲阮兰界安尼吼，损失超过20几亿。一人知影吼，种甲安尼吼，是拢已经差不多2档的时间啦吼。即届安尼因为风台内拢去食着水吼，所以讲有可能嘛是会死亡啦，有可能嘛袂当换钱啊。伫咧停电了后吼，伊就会有高温，高温了吼，湿佮拄啊落雨了，湿度若一悬起来，伊伫即个所在，伊就有可能会来滋生即个霉菌，伫伊的迄个植株顶悬，若开始佮拄着高温的时阵，伊就会伊叶仔就会产生软腐，这软腐会倒，会倒，你就爱赶紧甲伊去化，无伊会影响到别个材啊。兰花培育环境严格，即马是会当救偌济是偌济，则面临美国关税抗汇率影响，如今阁受到风台摧残，互规条供应链叫可怜天。分送喜庆拢会当看到的兰花，市场上已经欠货。尤其是彩色品种，目前的话，差不多花价涨在差不多2成左右，雕花也困难，开度也不好，价钱呢会更是贵，变成说很多人在争着要抢着花。市面上缺的都是缺色花，有颜色的花比较多。白色的话，因为大家都是基本花，会种的比较多。兰花业者估计爱1冬半到2冬的时间，规个产业才会当达到回本。也毋过目前不止内销出问题，外销嘛有真大的困境。希望政府会当协助，互兰花恢复生机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